咱今下早的聚会就要来开始，请咱安静备办咱的心，请走角。恁义人啊，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正直的人的恶乐是合宜。恁就弹琴感谢耶和华，用10条弦的瑟恶乐伊。这时，咱要来吟诗，请咱看圣诗84首，大家大欢喜恶乐来吟诗，顺承的正女子，主的正囝儿。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咱要三角来启用啊，请咱歹势，请起立。是嘞，咱
要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咱做伙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即时咱要三角来启用，伫圣诗的后壁面，咱要三角来启用诗篇59篇。你若用喙宣言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予伊对死人中告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深信就得到称义，喙宣言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会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叫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青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偌尔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毋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拣选阮诚侪你的囝儿。主，阮知虽然阮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因为认捌主，有迄个救恩伫阮的身上，互阮通对罪当中来脱离。主，阮感谢你，感谢你帮助阮。主啊，阮也要诚做上帝你合用的器具。阮要互上帝你来使用阮，主啊，阮也愿意为你来传福音，阮也愿意为上帝你来做见证。愿上帝你帮助阮。当今会知影，阮伫遮，阮也要搁一摆来听见上帝你要对阮讲的话。愿牧师伊伫遮所对阮教导的，主啊，拢也会当诚做阮的帮衬，也诚做阮心灵的美牛。互阮伫阮的生活当中，主啊，阮是一个丰富的人，主啊，阮是一个恩典满满的人。愿上帝你圣神甲阮同在，伫今会知影，愿你圣神从头到尾带领阮、帮助阮，互阮伫遮所听的、所开喙学乐的，拢也会当荣耀上帝你的名。主，阮感谢你，愿你听阮的祈祷。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耶稣的名求，阿免。即时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项，中执会的公告。第一小项，本会自7月份开始有增加线顶的奉献即个管道。进前嘛有提供玉山银行转销的奉献，详细的说明，请您看周报的第8页。
第二小项，本会自9月份开始，每主日有提供5个汽车的停车位，要优先予身心障碍的以及甲妇幼的身份来停放。请伫8月25日进前到办公室陈佩芬干事申请迄个专用的停车证。每主日以先到先停为优先，停满就恁着爱停去伫围墙的学校遐。第三项，本会关怀受到凯米台风导致你的厝有淹水的会友，阮有提供关怀金，请伫本主日进前办公室提出申请。已经有总会提出申请的，就毋免搁提出申请，会比较办理。第二项，本会消息，本会定伫8月14日星期三暗时8点有举办丰涵圣会见证的分享祈祷会，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做伙来领受对上帝遐来的恩典甲祝福。第三项，本下周主日为总会所定教社主日，敬请兄弟备办心为教社部的事工来奉献甲代祷。第四项，本会2023年度第2学期信用培育奖励金开始接受申请。既若规定申请而且符合标准的，请恁伫9月8日星期日进前提出申请。9月12日星期四暗时8点会召开奖励金小组的审查。本会会伫9月15日星期日会颁发奖励金。第二大项具体的消息。第1项，合作社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伫地下室中会议室召开理监事会，请各位理监事出席参加。第2项是哀伤的消息，本会吴基昌兄弟，也就是社青吴淑珍姊妹的灵尊，伊亡主温调，安息主怀，已经伫8月10日星期六，伫市立殡仪馆永宁堂举行6关火化告别礼拜，愿主安慰遗族，也敬请兄弟继续为遗族来代祷。接下代祷的消息，咱请不用吼，好，报告到这。接下来咱要来看上帝话，请咱来看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咱要拄第5节，看到14节。请恁来听，我来读。第3章第5节，我第8日受割礼，是以色列族的人，便雅悯的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照律法就是法利赛人，照热心就是捆约教会，照伫律法的义就是无芳通嫌。第7节。若是平素做我的利益的，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毋若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粪扫，是爱得着基督，来长长踮伫伊，毋是有家己的义出伫律法的，就是有对信基督的义，上帝为着信所赏赐的，互我捌伊，甲伊告我的关联，以及有份伊的受苦，来学伊的死，看话得通到伫迄个对死人中的告我。第12节，毋是讲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完全，独走进前，看话通得到基督耶稣的，所以得到我的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
独独专务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所查的表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赏。感谢主，愿上帝祝福伊家己的话。这点学了，咱要请妇女献歌队。谢妇女献歌队水的娱乐。接下咱要来讲道，要请到阿摩斯，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得胜的奖赏，得胜的奖赏。咱请阿摩斯。各位兄弟姊妹大平安。我相信咱这礼拜对新闻中间的报送，拢会看到一个真要紧、大家真关心的，就是台湾的选手伫法国巴黎
参加奥林匹克的运动比赛。这通好讲是体育界上重要、上要紧的一场比赛。赢到这场比赛，听好讲会使讲世界第一名。所以要得到这面奥林匹克的奖牌，无论是金牌、银牌还是铜牌，要得到这3种牌也毋是遐简单，因为必须要甲全世界各国的精英来比赛。因诶比赛过程中间，因必须要安那，要取得这个资格赛，因要有这资格赛摕到了，才有资格报名奥林匹克的这个比赛。当因资格摕到了，因搁爱入去的比赛中有16强，就16个强手的比赛，然后淘汰了有8强，剩8个人的强手的比赛，然后佮比赛了，佮淘汰一半，佮剩4强比赛。4强比赛中间，金牌、银牌、铜牌3名，1名、2名、3名以外，第4个就是无牌啊，就是啥物拢无。所以4强比赛中间一定有一个中箭落马，一个袂着。所以每一个的选手呢，拢尽伊的气力要得到。因的国内会经过大细样的比赛中间，好不容易会当摕到资格来比赛，就是去到法国巴黎上，迄个是13比139啊。所以咱知影，这个选手呢，因要有得到这个奖牌是无遐简单。迄个咱国家的训练队伫咱边左营国训中心同款，咱伫信仰中间，诚做基督徒，咱要得到上帝予咱的奖励，予咱讲好去尽量落步，嘛无遐简单。每一个选手，伊要得到摕到资格赛，要甚至去国外比赛，迄拢有企图心，拢有目标。同款，咱的信仰嘛同款，咱的信仰要有一个目标性，要有一个企图性。我要信仰搁提升，我信仰要搁较好，就像我看林美长老最近带几个去参加爱修园迄就是一个真好的一个企图心。为什么要参加？就是要企图要伫迄个爱修园中间，搁较去经历上帝，搁较去认捌上帝，搁开搁一个时间去较无主。迄一个企图心，有目标无？有啦！我即届去绝对毋是要去3工耍3工，是安那是有目标的。当你有企图心、你有目标的时，我相信迄个战斗力就显出。今日牧师透过保罗的培训中间来探讨，咱安怎得到得胜的奖赏。甲咱报一个上新的消息，今日早起，咱台湾女子的拳击赛林玉婷小姐，伊一直互迄个其他国家保加利亚啦，其他国家讲伊性别毋知查甫的查某的讲头毛剃剃底，面图看袂出是查某型讲怀疑这毋是查某的，然后要求奥林匹克的主办单位取消伊的资格赛，取消伊资格。即个提出抗议的，知影这个台湾的林玉婷即个实力真好用即个手段抹黑伊，互伊企图要互伊袂当比赛。感谢上帝，上帝怜悯，互咱台湾即个真优秀的，虽然女子林玉婷小姐虽然互人抹黑，互人攻击。游玩旗手，咱全国台湾对总统甲百姓，拢对即个林玉婷选手的真支持，真正不负所望。伊今日早起已经得到女子拳击的金牌，这是咱台湾第3面的金牌
两面啦两面啦，羽球算一面啦无简单。所以了解咱知影，咱要得到上帝予咱的奖赏，嘛无遐简单。咱必须要有相当的付出的代价，有相当的企图心，相当设定的目标，咱较有法度有奋斗的意志甲奋斗力。今日咱通过这个经文中间，咱知影，使徒保罗伊出生的家世，因为伊是一个犹太人。保罗伊告别伊的身世，伊圣经内底，伊腓立比书第3章第5节安尼讲，伊安尼告别讲，我第8日受割礼，是以色列族的人，便雅悯的支派，是希伯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照律法就是法利赛人。为什么？保罗先生伊特别第一个强调讲，伊第8日就受割礼。因为咱若看旧约中间，亚伯拉罕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约时，第8日就行割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先生伊伫经文中间讲第8日行割礼。咱知影亚伯拉罕甲苏鲁夏甲所生的囝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啥物人？以实玛利就是进阿拉伯祖先的人。所以，这个以实玛利呢，伊代表什么异族？所以以实玛利人，伊是13岁行割礼。所以保罗先生伊特别强调，伊伫第8日行割礼，强调什么？伊是真正遵趁犹太人的律法规矩的人。伊爸母嘛毋是异教徒，伊爸母嘛毋是以实玛利人。所以保罗讲。论行割礼规矩，伊的确遵守律法的规矩来进行割礼。伊要讲伊的正统性。再来，保罗先生伊讲伊是以色列族，咱拢知影，以色列的祖先雅各，雅各伫亚伯渡河甲神人伊啊，甲上帝使者伊啊摔跤。当使者要离开之前，雅各讲：袂使，你要甲我祝福，无我无爱放你走。这上帝使者就甲伊祝福，而且改名叫做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嘛，正做上帝甲伊百姓立约迄个名称的尊称。这个特别的记号，你讲到伊是上帝选民。这个上帝选民，这个头衔嘛，正做一个荣耀记号。所以保罗伊讲，伊既然是属以色列民族，也表示什么？伊的爸母嘛是上帝选民的后裔。所以伊爸母毋是拢对外族选过来犹太族做犹太人，毋是，是原本就是犹太人。所以咱看到，保罗伊讲伊是以色列民族，佮一概证明啥个？伊的血统，伊的出身。所以咱看到，除了证明伊是以色列族以外，佮证明啥？伊是便雅悯支派的。咱知影便雅悯支派中间出现啥？以色列人要求要设家己的王，就是扫罗王。伊嘛是便雅悯支派。扫罗王，这扫罗这名，其实甲保罗，伊希伯来文是算同一字啊。所以咱看啊，对敬虔犹太人眼中看扫罗王，虽然扫罗王伊毋是一个真互人骄傲的一个人物，但是咱看到。便雅悯的支派，伊12支派中间，便雅悯支派，会通讲是所有支派中，是一个领导的位置。便雅悯支派出现真济真高小战的战术，所以便雅悯
是一些证件中间唯一伫英文地所生的。咱讲雅各的上爱某是啥物人？拉结。拉结所生的囝就是便雅悯。咱看到南犹大北以色列分裂了，便雅悯支派伊部分的成员甲犹太国的支派三角支持大毕家，对大毕家的效忠。所以咱看到后来这受了百姓登到圣地时，要登起圣殿，这便雅悯支派嘛是迄当时登起圣殿上要紧的支派之一。所以你会知影，保罗有时说伊要讲的啥？论血统、论家世、论支派，伊拢伫上帝面前是互上帝而乐。伊的支派便雅悯嘛是上帝重用的，登起圣殿的嘛是因便雅悯甲其他支派迄中间的核心分子所去做的。所以咱看到便雅悯支派接伫12支派中间，是一个领导位置，是一个要紧的位置。所以保罗先生伊要讲的，伊的出世，伊的家世，咱看到伊以斯帖中间，莫底改鼓励以斯帖冒迄个死的危险，去见亚哈随鲁王，互全国犹太人拢得利得享迄个受台的命运。这样远见拯救犹太人的英雄是啥物人？刚咱讲到莫底改，莫底改伊是出世伫地便雅悯，伊是对便雅悯支派所出来，所以咱就知影，便雅悯支派伫整个信仰伫民族的拯救的中间，伊通啊讲是一个真要紧的支派。就是你讲，哇！既然便雅悯支派遮尔要紧、遮尔辉煌的历史，讲战士有战士，讲拯救有拯救，讲重新去做圣殿有遮个便雅悯的支派人，那真好啊！敢是因这便雅悯支派拢无歹的？有啦，便雅悯支派伫历史中间并毋是无缺点嘛，并毋是无污点，有啦。不过你若对信仰的整个的观点来看，一些支派中间，便雅悯支派，听啊讲是带来整个支派历史中间一个真正面的影响力。所以保罗先生伊讲到便雅悯，伊就做便雅悯支派做骄傲。所以伊讲，若讲的以色列人会得救的话，安尼保罗讲我做便雅悯支派以色列人，我更加会当通啊讲我是真真正正以色列人。若讲要得救，我真正有资格得到上帝救恩。所以你知影，便雅悯支派，保罗伊对这个陈述中间，要甲这人讲，伊的身份，伊的骄傲所在。伊的出世的所在，拢是逐日互伊欢喜骄傲。就是保罗伊嘛讲到，伊保罗时代犹太人有分希伯来人，佮讲希腊话犹太人。你讲牧师啊，这有啥物差别？有啦，希伯来人伊起手要讲阿兰话，耶稣基督伊当时讲的话，毋是希伯来话，是阿兰话、亚兰语，所以希伯来人因拒绝受希腊的同化带出的影响，所以咱看到对伊的父母伫家庭教育中间，因彻底要求伊要起守迄个巴勒斯坦的家庭的风格，这就是保罗先生伫这个家庭受教育出来，引以为傲。所以咱知影，这个家庭教育对一个囡仔的人格、价值观的塑造是真要紧。所以保罗先生伊讲：我出世伫这个家庭，起守伫希伯来
文化，吸收咧讲迄个阿人话，吸收用巴勒斯坦的文化，而这吸收间中间，咱看到伊强大，伊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你强调伊的正统性。所以了解咱看到，除了这讲到血统，讲到伊的家世背景，讲到伊的成长背景以外，保罗先生佮接续来讲啥？伊是加玛列的学生。加玛列是所有法利赛人的正支派学说中间是上严格的一个学派，是足坚守律法的持守的一个学派。啊，你会讲啊，加玛列是啥物人？咱知影，法利赛人加玛列，保罗先生讲伊是加玛列学生。追溯加玛列的历史，加玛列翻译意思是上帝保佑。加玛列是法利赛人，加玛列伊是希列希列的孙啊。那希列是什么样？希列就是创办律法学院的一个创始者。所以这个加玛列伊对着伊的阿公所传承的衣钵，持守律法的教学。持守律法的持守的严格，所以迄当时希列呢，受了当时以色列百姓的敬重。迄希列嘛，当时是犹太公会的一个议员，所以当保罗受礼的时阵，伊捌安尼表现家己，我是加玛列的学生，按照伊祖先。对立律法的伊其实对着伊受教育的加玛列的要求下面，伊这是加玛列学生律法持守的精神，甲要求伊做啥？做应用。亲像啥物？像讲啊，那讲你对京大学毕业未？哦，我台大，哇，迄台大哦，哦，大学哇，这台湾大学界的第一等。哦，啊，行出台大拢行路有风，对不对？啊，来讲，你对毕业未？啊，我清华大学，哦，你考到清华大学嘛，无遐简单。所以，然后这咱看到，这就是伊保罗先生，伊对伊的学术的受教育的中间，伊掠这做骄傲。所以，咱看到保罗先生，伊咧看到。伊用做加玛列学生，诚做伊的碗课，诚做伊的所骄傲的，所以伊对律法会使讲非常非常的熟悉啊。所以咱知影，这加玛列上要紧的是啥物？伊上要紧的是讲，要安怎伫上帝面前称做义。所以你讲啊，牧师，伊称做义就是安怎？对法利赛人来讲。称做义的根据，就是用行为，即律法性顶悬义。但是律法要求的顶悬要求的，咱通啊伫上帝面前称做义。包含啥物？包含伫礼仪中间的律法的规定，咱伊拢做会到。佮包含到道德律法的顶悬的假释，伊嘛做会到。所以保罗伊讲，我伫正人中间，我无通互指指点点。我伫律法的要求，我伫律法的明白中间，我伫律法的行为中间，我实在互人无通嫌。所以以下这咱看到，照律法的要求，莫怪保罗伊用安尼做骄傲。所以咱看到保罗也因为安尼做骄傲，当看到听见耶稣学生世界的报扬，传上帝国福音。传拯救的福音，讲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伊死了，搁活，第三日搁活，要拯救啦。所以对伫保罗来讲，这个讲什么喊讲？什么是上帝的囝？乱说一通，咱看到，伊就开始迫害这个基督徒，把这个基督徒拢抓起来。仍然受审判、受压迫，
保罗用这压迫人来成做伊的骄傲。我替天行道啊！我有啥物唔对？我是为上帝做。了解，咱看到人拢安尼，人伫伊家己的认知中间拢有一个偏见，认为伊家己行了上正，伊家己行了上对、上正确，用家己做一个标榜，看别人拢袂顺眼，看别人唔对，这就是骄傲。所以咱看到，当保罗伊伫往大马色路上啊，搁我耶稣往伊显的时阵，伊的性命无搁掠过去，伊做法利赛人的身份甲知识，做伊性命关心的目标。所以保罗先生以腓立比书第3章第7节，安尼讲，咱做来读预备来。若是平素做我的利益的，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所以咱看到保罗伊过去掠迄个律法做迄个身份做有利益的，用安尼自称做义来迫害人，这迫害带来一个荣誉感。但当伊甲主耶稣相拄的时，伊的性命改变了，伊就掠过去迄个做骄傲的代志呢，真做亏损，伊要一笔勾销。所以咱看到保罗伊性命改变，对开始，对甲国外耶稣相拄开始。所以了解，这个甲咱讲啥？咱的基督徒性命，咱也要头先，咱的性命要更新改变，咱也不是甲咱的主相拄，搁我的主相拄，互圣神来伫你生命做工，互上帝光照你，互你会当及时中间为了罪，为了义来家己审判家己，来家己执法家己，为了罪来认罪祈祷。所以了解咱知影，生命更新是不时不刻，拢爱不断的改变咱家己。哦，圣神来改变咱，所以我常常讲听讲，你信主安怎？哦，牧师啊，我来讲到历史长咧哦，我偌长。哦，讲到阮祖啊以前信主安怎？讲到阮国啊以前信主安怎？哇！你讲啊，恁祖啊，恁什么人？伊的生命更新，伊生命改变真好。啊，你咧？也是讲过去30年前我信主的时阵，安怎改变？圣经咱经历上帝很仔细咧，咱真也无经，较无讲到真的故事，较无讲到真的见证。所以了解，咱看到保罗伊生命，伊更新，伊甲主相拄的时，伊的生命反转改变。所以咱知影，咱的生命时时刻刻，圣神更新咱，咱当成做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今日隔壁讲，咱的生命时时刻刻来更新，伊袂来。所以，另外这咱看到，保罗伊安尼生命甲主相拄了，伊生命带来改变，伊开始明白基督是弥赛亚，是主上帝的囝。这个经历对保罗来讲是新的经历甲新的明白，这互伊人生观起了真大的变化。基督代替伊看做要紧的律法的地位，成做伊生命的中心甲意义。所以了解，咱看到，将生命更新是掠基督，成做伊生命的上要紧的地位，嘛是伊生命更新上要紧的意义。所以，一个人的生命更新，的确时刻改变。所以咱看到保罗。前之前做宗教顶的努力，伊行主事，伊拢看做无路用，看做亏损。所以保罗讲：我做万事做亏损，我将万项事看作本色。因为免得伊的肉体将佮甲过去看做要紧的宗教事，佮摕出来骄傲，互伊佮犯了过去的毋对。所以咱知影，咱生命更新。咱时刻警醒家己，免得咱过去甲过去做骄傲的代志安那，起来进
虽然你捌悔改啊，无过啊，因为你悔改了无偌久，佮故态复萌，佮安那，佮甲过去的代志佮摕出来做中哦，安尼就无更新啊。所以更新毋是讲现主是更新，是爱不断的更新。甲你隔壁讲，生命爱不断的更新改变，生命爱不断的更新改变。所以了解，咱看到保罗先生讲，我看万人书做的本色，了解啊，本色有记载无？本色无记载，那真啊有啦，可能有啦。你像以前比赛无记载，怎比赛无？QQ 的人做假输啦，对不对？哦，迄是现代科技的一个无共款。不过就过去来看，本色你伫本色场有够迄记载，随手一丢，迄个对你无路用啊，对不对？你着次甲等掉，你无感觉可惜啊？保罗先生会讲，过去我掠做要紧的律法。过去我掠做法利赛人的要紧，但现主时我拢无看做要紧啊。了解？等你信主了，你有搁看啥物要紧无？哦，牧师啊，哦，我看钱也要紧，无钱会死咯吼。啊，钱要拍利息的干。哦，最近阮得到一个 case， 就是一对翁仔某闹要离婚了。啊，我问诶是啥物原因，你毋知？因为这翁婿求个涩啊，钱拍利息干，钱拍利息干啊！吼、哦，我真讲诶，毋是对啥物种民族有啥物意见。啊，尾后我问伊讲，啊，这是啥物诶？伊讲这个人客家人啊，啊，客家人呐、啊，哦，但毋是客家人拢求个涩啦吼。我对这客家人无意见啦吼，毋通误解。是这个兄弟，要甲伊太太，迄个金钱中间吼，求个涩。而且会谈之上的中间，我感觉讲吼，钱无两个袂谈啦，今日闹到安尼一定有问题啦。你看这，咱看。真侪人掠某一个物件做伊的要紧，迄要紧有时互伊的婚姻会出问题，甚至伊掠某一个代志做伊的要紧，连命都无伊。有人看名声真要紧，有人看钱真要紧，有人看地位真要紧。了解？保罗伊甲主相拄了，这拢毋是要紧。伊讲，这拢毋是伫我生命中间偌要紧的事，我拢给大家当作本色，甲单调，拢无感觉可笑。了解？伫咱的信仰内面，你是毋是捌掠啥物最要紧？而这要紧，却是诚做你的上帝，无伊袂使，迄就是你的倚靠。这就是一个，互咱一个真境界。我等者讲。我想要讲，以咱台湾历史中间真有名的博士啊，叫做宋尚节博士。伊老爸叫做宋学建，伊老爸是中国第一代基督徒，伊的爸爸是一个牧师。这个宋尚节伊有12个兄弟姊妹，伊排第6个。迄当时中国有一个所在叫新化，啊，毋是台南的新化。迄所在带来教会大复兴。迄当时，迄地区的人有2、3千人信主。这宋尚节博士，伊伫18岁时阵就去美国读化学博士。这宋尚节博士，伊用7档的时间摕到化学博士。尾啊，我讲过，伊老爸是一个牧师嘛。尾啊，伫美国的协和神学院读神学，伊咧读神学的中间，伊的生命彻底改变，伊诚做一个重新得救的人，心内充满欢喜。这宋尚节博士，伊用7档较摕到博士学位。你毋知伊坐船要转啊到中国的海岸的时阵，伫太平洋的时阵，伊就将伊摕到的
奖状甲伊的朴素校尉甲掠掉，等咧太平洋内底。伊讲伊看世界名声地位做本色，看真正的。伊立志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所以宋尚杰博士呢，伊像保罗同款，伊将万行书看作本色，为着主的福音献身服侍。另外这，我伫读新人医生，我捌听我的老师刘钦昌博士讲宋尚杰博士捌来台南新人医报道迄阵造成的轰动，大侪人信主因为读博士口才阁好，阁有新乡的知识，阁甲我讲，哇！佮愿意为主陪命，安尼奉献心力，哇！引起真侪人信主。所以咱看到，保罗先生伊讲，世间无啥物比认捌主耶稣这项事更有期待。这是对保罗伊一个真心的体验。所以伊讲，伊过去转接受伫迄个律法，接受伫做法利赛人，接受做干嘛咧学生最要紧的。来迫害基督徒，但伊生命经历了经过我的耶稣，伊显现，伊的生命掠上帝做伊生命中心。美国有一个马鞍峰教会的牧师叫华里克牧师，伊写一本册叫《资本标杆》。伊讲：你用你的生命用什么做中心来起造？你会当将你生命中间将职业、将家庭。将你所欢喜做的代志的嗜好，还是金钱，还是享受，还是其他的代志，你任何的代志，做你生命起造，这拢是好的。不过，这应该毋是你生命的中心。伊讲你掠职业啦、地位啦，我头讲的家庭啦、金钱啦，你若掠这做你生命的中心，这个因素。无强壮到讲，当你有生命拄着一天会挫败，拄着一天会艰苦的时，这个条件拢无法度强壮到会当支持你。所以，这个马鞍峰牧师伊讲你需要一个永远袂震动的伫中心，成做你的调节，成做你生命起造的调节，互你得到坚固。所以，咱看到旧约历代志下段，就是像亚撒王命令犹大的百姓讲，生命要用上帝做中心。然后你的生命中间，你若掠什么做你要紧，迄个就是你的神，迄个就是你的神。所以，当你将生命交托基督时，你将基督搬伫你生命中心，你透过敬拜，基督会能互你保守伫你对上帝敬拜持续不断。所以，以弗所书第3章第7节来讲，保罗来讲，互基督对恁的信来徛起恁的心，互恁有定根伫地基伫你内。所以，弟兄姊妹，咱看到，互基督对咱的信中间。来起造伫咱的内心，互咱定根于地基伫人内。所以，咱的地基是啥物？耶稣基督。我头讲过，你起造生命中心是啥物？你当用任何条件做你生命中心。不过，万不如你人生拄着挫折、拄着打击的时阵，这个物件拢无法度臃肿到，互你成做你的瓦壳。所以，你讲牧师我要安怎知影？我掠上帝做我生命中心，就是安那有一个检验方式。当上帝伫你心内时，你会不时想要敬拜上帝；就是当上帝无你的生命中心的时，你会开始看路。所以了解，当你看路的时阵，就是啥物？当你看路的时阵，就是你生命一警讯。代表哪？你掠看路做你生命中心甲瓦壳，哇！你就显出你甲上帝撒去边啊！所以，当你甲上帝诱到啊生命中心时，你会感受到平安。所以了解，
咱唔通互世间的所有的因素掠做咱生命中心上要紧的、上意义、上要紧的。咱爱倚靠上帝，掠上帝做你的中心。所以当你掠上帝做你生命中心时，你也不是啊，想要学了上帝，想要敬拜上帝。你袂甲上帝塞你门外，则系你心门的外面。所以保罗伫腓立比书第4章咧讲，你老圣经咱下开保罗腓立比书第4章第7节咧讲，就是上帝平安盘过一切人所受的教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所以了解，有时阵咱足容易将世界某一物件放伫咱的心中的上要紧的来取代上帝，成做咱生命中心。迄就成做咱生命上关心的代志，可能是你的囡仔，可能是你的翁婿，可能是什么物件，任何世界物件拢会当成做你生命中心。但你若看迄比上帝要紧，迄就是你的心。所以法利克牧师伊讲，当上帝伫你的心内时，你会敬拜上帝；当上帝无伫你的心内做中心的时，你会开始看路，伊看路成做一个警讯，显出啥物？你已经将上帝送去边啊！你无专人的倚靠主啊！所以另外所以保罗甲咱讲，毋是我讲已经得到，也是完全，独独走伫进前，看会得到伫基督耶稣所互咱得到的。所以了解，保罗先生伊会讲，伊用比赛做一个比喻，讲亲像一个人咧比赛咧走的时阵吼。伊毋茫将来会得到搁我的奖赏，所以了解咱的信仰上行是啥物？掠做你家己得到啊！我信主啊，我做长老啊，我做牧师啊，我做小组长啊，我足老的，我信主几偌代啊！了解，这是上非要开始啊！因为你掠做你有啊，你就袂搁继续用谦卑的生命来充满得到。因为你有啊，你搁需要啥物？所以这个图片啊是安怎？这是去年咱台湾咧甲韩国的选手咧比赛直排轮，世界比赛。这个一个举手的，一个脚伸啊长长的，对不对？你会记无？韩国的迄个要到迄个终点线的时阵，伊掠做伊第一名，手举起来，哇！结果咱的选手啦，伊也变怎伸超过伊用脚落啊，伸去头前。你知影？迄比赛第一名、第二名，就是看迄你送先到迄条线，伊拢用电脑用镭射的嘛，送先 touch 到吼，送先摸到，送先名。所以迄个韩国我第二名，结果咱后壁台湾的选手就走，用脚伸去头前安尼，叫哇，我第一名去得到，迄个韩国的选手做懊恼的有无？了解，这互咱一个警觉。咱的生命若常常讲我得到吼，无拍算的。像圣经讲的一句话有影？伫后面的马头前啊，伫头前的马后面啊。所以了解，咱莫讲咱已经得到完全啦。所以保罗先生讲了真好。咱若讲咱得到基督，就是咱自称咱是一个完全人。咱就无生命无度去领受恩典，咱的生命就显露出，我就有啊，我有啊，我迄种咱是骄傲的生命，所以求上帝怜悯，所以咱谦卑向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我有缘不足，我需要你。当咱需要上帝，咱向上帝祈祷的时候，上帝带领咱的生命继续前迈进。像保罗讲的，咱的人生的目标。是为着是基督为咱所定的目标，所以咱为着上帝耶稣基督伫咱的内面为咱所定的标来跑走，咱不断的跑走，不断的倚靠，但终局有一天，上帝会甲你学了。伊8月7日迄个空中英语教室的创办人彭蒙伟宣教师，伊活到98岁，伊讲一句话，
伊讲我跟对上帝带领，上帝带领我行的路，看起来我放产足济，可是我得到的超过我所想象的，我的一生无后悔。另外，这洪蒙会宣教师伊来到台湾宣教，一世人无结婚无嫁，为了福音放产真济。伊讲，真侪人讲了，这我放产真济，我牺牲真济。伊讲无，其实得到的，我得到比我想象较济。所以另外这，像保罗讲的，毋茫咱的性命也按着上帝互咱标来跑走，调咱来调咱得到。这奖赏毋是保罗一个人的毋茫，嘛是上帝毋茫。上帝嘛毋茫咱得到上帝伊互咱的奖赏，上帝嘛毋茫讲咱得到上帝欢喜。所以另外这，咱的信仰中间，咱会不断的有一个企图心，有一个目标来迈进。你知影无？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伊拢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企图心来设定伊的目标。今年的目标比明年更加进步，安尼伊就成长。所以牧师最后用启示录第3章第50节，咱做伙来念，这做一个勉励做一个结束。咱做伙来念，预备来。地上的人也要安尼穿白衫，伊的名要伫活命的册，我果断无摘起来，是要认伊的名伫我的爸面前，以及遐个天使的面前。所以另外这，这些人要穿白衫，迄白衫是一个光影影圣洁的白衫，要徛伫上帝面前，伊的名伫活命册中间，上帝讲我无要甲伊拆起来。代表伊伫上帝救恩中间有份啊！上帝要伫爸面前，要伫使者面前，要认伊啊！所以了解，这是上帝互咱儿女啊，互咱肯定啊！你的名顶悬有迄个生命活册，有你的名无？这是咱要紧的。所以咱奔走天路中间，咱的确爱祈求，谦卑讲主啊，我无够。我靠你，我是求要起在信仰中间来起造我的企图心企图心甲我的目标，我不断地跑走，无论咧，无班单，互我不断伫信仰中间来奔跑天路，得到上帝互咱对天来的奖赏，互咱伫主的面前诚做得胜的人。咱大家同心按头祈祷，是阮听上帝感谢你，互阮今日早起通过阮保罗先生伊生命转折中间，我看见伊过去掠伊的身份，掠伊的身段，掠伊的学识，做伊的要紧嘛，用安尼来迫害人，迫害真济做基督的人。就是当伊伫大马士革路上甲主相拄的时阵，伊生命甲主相拄，主啊，伊无阁共款，伊将过去就看做要紧的做本色，主啊。我咪讲，以阮的生命中间，究竟有啥物比看上帝较要紧？迄就诚做阮的读爱。恳求主你互阮开力，手赐阮开力，互阮会当倚靠上帝主你的开力，会当将万人事看做本色，用阮生命，用耶稣基督，诚做起造生命的中心。互阮时刻倚靠主，以主面前得胜搁得胜。互阮有一天伫上帝面前穿着白衫。伫活命册中间有记载阮的名，伫上帝天父面前，互主儿女好过尽了落幕，通进入永远，到爱同享受快乐。愿上帝这神，你的话，诚做阮的扶持甲帮助。阮同心安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多谢阿牧师的勉励，这时咱要来唱回应诗551首。回应诗551首，好打好打认基督，咱互耶稣救赎，咱请起立吟全首。家。
咱只是游玩徛咧，咱为着几项事来带导。第一项为着咱家己伫信仰中间，咱不时谦卑谨慎伫主面前讲：主啊，恳求你，互我守住我开力，互我靠圣神的开力，不断伫信仰的道路中间跑走精进，不断互我生命中间来起造我的企图心，甲我的目标，互我的目标不断达成，激励我，互我的生命不断提升信心的增加，互我成做上帝所重用的人。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也为着咱陈牧师拜五接受白内障手术这个康复过程中间，为着咱陈牧师的目睭的康复来祈祷，为着延续姊妹伊学校的工场实习做工课，无说你双手互迄个砂轮机去夹入去吼，这肉有去烧得个烧不是真济吼。有这缝合甲植皮的这手术吼，咱为着延续的这个机体来祈祷，咱继续为着咱的长长老祈祷，为着赵恩姊妹，为着于婷姊妹，为着金福兄弟，为着胜利兄来祈祷，为着建吉兄弟，为着比尔姊妹为着头仔牧师讲的延续，以及陈牧师，咱举起咱的双手，咱大声喊三声主，咱来同心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主啊，说，阮恳求你施恩大领，主以主上帝你里面，主阮拢是一个软肉体、软正的人，阮无法度以主面前来骄傲，阮是勇壮的。主阮恳求你保守你的老母陈牧师，互伊的回来将手术了后，这个康复的路程中间，主你保守你的老母，互伊的目睭会当完全康复。无任何的后遗症，会让完全恢复伊原本的视力，会让继续伫上帝你交代伊的工来努力来服侍。正人因为伊服侍，伊信仰得到帮助，得到激励。主你也带领延续主你顾守伊伫这礼拜拜伊暗时伫学校的工场实习，无说伊双手受到砂轮机来受伤来。这皮肉受到这艰苦植皮主啊，你里面顾顾伊，互伊主你里面内面肉体这空虚会得来医治主你减轻伊的艰苦，互伊的痛痛减缓到上紧。主阮从手着了仰望你，愿上帝顾守伊伊这健康的鼻仔骨这个尾椎这个龙骨这个骨裂，愿主你顾守伊治伊，互伊会休困着到。渐渐这骨肉会当恢复，主你顾守教恩于庭、金福兄弟、胜利兄弟、胜利兄、比尔姐妹阮陈牧师延续，阮恳求你施恩带领，互阮这现志愿软弱中间得到完全医治照你的恩典施到祝福阮今日上帝恩典，愿主你施恩带领。志恩听完上帝。阮感谢你，以今日早起，阮正兄弟姊妹以主面前同心的敬拜。主恳求你帮助阮，伫信仰路程中间，阮时刻抬头仰望主，我靠主，我无掠着家己应得到做完全，互我用存着谦卑的心不断的我靠主，主你互阮有企图心，有目标，通过信仰的提升，信仰的操练。互阮的生命不断的提升进步，成做主你重用的工人，互阮成做你所使用的人，嘛见证你的人。主你使用阮，互阮有一天，互主你儿乐好过尽了劳碌，穿着得胜的白衫，以主的面前，互主你来称赞，互阮的名伫活命册中间有记载。主你祝福阮的机体中间。有陈牧师伊的白内障手术当日康复，愿上帝你顾守你的老母的需要，互伊会完全的康复，继续上帝你交托的服侍中间尽力规律服侍，互正人通过伊的服侍得到帮助，得到激励。主阮也照上帝你的恩典中间，恳求你帮助教恩于庭、金福兄弟、胜利兄弟、建利兄。比尔姐、延秀姊妹周长老，主阮将这些兄弟姊妹交托你，愿上帝你恩典医治，互因经历上帝你的医治，互因伫上帝面前
见证上帝你怎样听伊，怎样伫受伊身躯顶所行的生涯见证阮的神的上帝真高我，互阮会安尼延续主你的名。阮将阮的祈祷大项的事工交托你，愿上帝你心祝福，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两位兄弟姊妹，请坐。接续，咱要带礼物来到上帝面前，咱要来奉献，咱请祭司来收奉献。请咱起立，做伙来感谢主。恩典满满的阿爸爸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知做你的囝儿是何等的福气。主，阮感谢你，你看顾保守阮的一切，互阮伫阮的生活当中，主啊有你，阮无惊吓。主啊有你，阮是富裕的。主啊有你，阮是饱足的。主啊有你，阮是真正一个平安的人。主，感谢你。主啊，阮感谢你伫阮的生命当中。放迄个救恩，也主啊，阮也感谢你伫阮的生命当中，也放下平安甲喜乐。主，即时阮也要将你所赏赐阮的，互阮有迄个好在的能力。阮也将你赏赐阮的，互阮会当带礼物来到你的面前，来奉献上帝。互你会当看见主，阮也要学你的款式。主，感谢你，愿你也祝福阮所奉献的，拢也会当诚侪上帝。你好的事工的路用，阮感谢你，也特别恳求圣神你，毋但互阮有即个奉献的能力，主啊，阮也搁特别要奉献阮的人诚侪上帝你的器具，为主你来传福音。愿圣神你祝福阮，互阮有即个气力，有即个能力。主，阮感谢你，愿你感纳阮今仔日所献的，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耶稣的名求。阿门。祝福车肯398首。我。
祝祷，请阿牧师。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互伊面光照你，受恩予你；愿耶和华欢喜面看你，收束你平安。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第一场的聚会就到这结束，请咱家己祈祷了后，才来离席。